Hello，各位家長、各位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林 Sir 啊。咁啊，呢一條影片，林 Sir 想用幾分鐘嘅時間啦，同大家去温一個相當之重要，而你又成日好困惑嘅作文題材，就係記敘文啦。我點樣先可以寫一個高分嘅好故事呢？咁啊，唔知同學仔有冇呢一個想法？如果有嘅話，呢條影片絕對能夠幫到你。咁啊，所以同學仔請你留心，用短短幾分鐘嘅時間，幫林 Sir 記住呢三部曲佢。OK，咁啊冇問題，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去學一學點樣去寫一個高分嘅好嘅記敘文故事。OK，咁啊冇問題，我哋正式去進入啦。咁進入之前，林 Sir 亦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：你寫作嘅時候，你有冇遇過以上嘅情況呢？詞彙量唔夠，唔識修辭手法，字唔識寫，經常要打交叉。OK，諗唔到作文嘅題材，一見到題目就頭都大啦，唔知寫啲乜，唔知點樣去組織。咁如果你有以上嘅問題嘅話呢，林 Sir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咁但係呢一條影片，林 Sir 最重要嘅係想幫大家一個最緊要嘅就係我哋作文點樣去組織，記敘文如何去組織，令到你嘅故事變得精彩，唔再平淡。OK，咁啊，其實好簡單嘅，你幫林 Sir 記住呢三部曲裏，令你嘅記敘文結構相當之清晰，而且你嘅故事不再平淡。咁啊，呢六個字眼你幫林 Sir 記一記，就係開首、扣題、中間、轉折、結尾、升級。六個字記一記實佢，喺你嘅作文嘅時候，你先幫林 Sir 寫低呢六個字。記敘文三招，令你嘅結構相當之清楚。咁其實你嘅作文編排呢已經好過好多同學仔㗎啦。咁林 Sir，開首扣題、中間轉折、結尾升級，究竟點樣用乜嘢意思啊？咁林 Sir 呢一條影片會同大家超快超簡單去講一講，但係你絕對能夠清楚明白嘅。OK，咁冇問題嘅話呢，我哋先落嚟我哋嘅第一招先，就我哋嘅開首先扣題。咁同學仔啦，我哋嘅作文一定會有題目啦，係咪？必然有題目噶，唔係無字天書任你寫噶嘛。咁啊，老師會俾題目你，題目我哋一定要圈關鍵字啊。題目嘅關鍵詞我哋要圈啦。咁咩叫關鍵詞？題目入邊嘅形容詞，題目入邊嘅一啲名詞，我哋要留意嘅，我哋要留意嘅。OK，咁啊呢一啲能夠令我哋釐清我哋嘅作文要寫啲乜嘢嘢啦。好，咁啊開首所謂嘅先扣題，圈低關鍵字，喺我哋嘅第一段呢，盡量要出現翻呢啲關鍵字。咁所謂嘅扣題正是如此。咁好簡單嘅，林 Sir 俾個例子大家。咁呢度有兩個情況，咁我相信好多同學仔呢，經常寫嘅就係普通嘅開首啦。我哋嘅順序法普通開首。星期六我同朋友去到公園玩啦。OK，咁呢個就叫太普通，冇扣住我哋題目嘅關鍵字。難忘同埋教訓，冇扣住難忘同埋教訓。咁林 Sir 希望以後大家用呢個99呢嘅升級開首，扣住題目嘅關鍵字，嘗試用一個倒敘法去扣住題目嘅關鍵字。OK 嘛？嘗試用倒敘法去扣住題目嘅關鍵字，正如呢一個例子咁樣。每當我想起嗰次在公園發生嘅事，每當我看見某樣物件，我就想起嗰一次難忘嘅經歷，令我感到相當之後悔，因為佢讓我明白咗規矩嘅重要啊！每當我見到某樣嘢，就想起咗某樣嘢，扣翻題目嘅關鍵字眼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OK 嘛？我感到十分之後悔，咪即係話我被教訓咗咯，因為我教訓即係話做錯嘢啊嘛，所以咪後悔咯。有教訓即係話有道理，我明白咗守規矩嘅重要性。咁一個好簡單嘅開首，你就交代咗個背景，扣住咗題目嘅關鍵字，留咗少少嘅伏筆，令讀者好想睇落去。點解你會後悔嘅？OK，點解你會明白守規矩嘅重要嘅？咁呢一個就我哋開首想能夠做到嘅，你要引起讀者問點解？OK，咁啊呢個開首扣題幫林 Sir 記實佢，然之後落到嚟中間轉折。所謂嘅中間轉折呢，就係想提同學仔啊，你嘅作文一定要好似坐過山車咁樣。同學仔，你想唔想坐一架過山車呢？係咁樣嘅。OK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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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向前開。OK，冇任何嘅轉折嘅，冇任何起伏嘅，咁你都會無聊，你都會眼瞓啦。老師同樣嘅，你嘅老師睇你篇作文嘅時候咧，如果佢見到咁樣嘅，到咗公園玩滑梯、食零食、翻屋企，好難忘。OK，咁佢都覺得好無聊啦。OK，咁同學仔，你要令老師覺得精彩嘅，你就要令佢好似坐過山車咁樣。咁當然我哋唔好嚇親佢啦，老師都100年紀㗎啦。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坐好多次過山車。OK，一次轉折已經搞掂㗎啦，喺我哋小學階段得唔得？就話我一開始順利，中間突然出事，
然之後心情大變，最尾解決問題，咁樣先至叫做轉折。亦即係話我哋有個相反，我哋有個相反，OK 嘛？由順利去到出事，或者由先出事去到順利，令我嘅作文有一個轉折，就相當之好啦。同學仔幫林 Sir 記住佢，例如呢一個例子咁樣，一次難忘嘅教訓，我可以話我一開始落到去公園玩相當之開心啦。我見到請勿奔跑嘅告示我唔理啦，但係出事啦。因為我唔理，撞到咗小妹妹，令到佢嘅飲品，令到佢嘅雪糕灑咗一地，跌咗一跤添啊！咁啊嚇到佢喊鬼咗。咁啊呢一刻我嘅心情轉變啦，由開心變到慌張後悔，緊張唔知點算，手足無措。於是乎媽媽過嚟幫手啦，佢嘅媽媽亦都過咗嚟啦。我連忙向佢道歉啦，解決咗問題啦。而佢嘅媽媽或者我嘅媽媽亦都提醒我啦，公園唔係追逐嘅地方，規矩係為咗保護大家。咁呢一刻你就要升級，你就要明白啦。OK 啊，原來我做錯咗啦，以後唔會再犯。咁呢一個就係話我哋中間嘅轉折。咁你千祈唔好寫咧，一嚟落到去公園咧就出事，然之後你就難忘。咁樣叫平鋪直敍，相當之嘅無聊。OK，咁冇問題嘅話咧，呢度有幾個人物描寫卡可以喺作文嘅時候加入去嘅。咁啊，同學仔幫林 Sir 記一記住佢啊。動作描寫、語言描寫、心理描寫，同埋我哋嘅外貌描寫啊。OK，我哋嘅外貌描寫，同埋我哋嘅外貌描寫，或者我哋嘅肖像描寫。OK 嘛，得唔得啊？多啲嘗試喺我哋嘅記敘文用呢四種嘅人物描寫手法，令你嘅文章更加豐富。咁好啦，去到我哋最尾嘅一個步驟就係結尾升級。咁同學仔，其實所謂嘅結尾升級咧，就係扣翻個題目。呢件事令我感到相當之嘅難忘。然之後寫道理，寫完道理你要有改變。你以後要點樣做？咁其實就係你同媽咪 say sorry 嘅時候啊！咁啊唔知同學仔有冇試過犯錯同媽媽講過道歉呢？原諒我啦，我以後唔會再犯噶啦。咁我相信，如果同學仔你有試過犯錯，媽媽都唔會淨係同你講話啊，你 say 完 sorry 就算，你要作出承諾，你以後會點樣做？OK 嘛？咁呢個就話我哋作文最重要嘅升級啊！扣翻題目，講你明白嘅道理。我以後要點樣做，咁就搞掂啦。咁同學仔一齊望兩個例子，一個叫做超級普通，我哋以後唔好寫嘅 Level One 普通結尾，一個 Level 嘅99。咁啊，同學仔想大家記住佢。第一樣嘢扣翻條題目，第二樣嘢提醒自己你明咗咩規矩，第三樣嘢我以後會點樣做。我以後會點樣做？作出承諾，咁就係我哋嘅記敘文三部曲。你掌握咗佢，你篇記敘文呢，成個結構就會好清楚，甚至乎你中間嘅內容呢，亦都會豐富好多，因為你知道要有起伏，你要坐過山車。OK，咁啊冇問題。呢一條影片希望能夠幫大家做一個超快嘅重溫啦。咁幫林 Sir 記住呢三招佢：開手扣題、中間轉折、結尾升級，將你嘅平淡故事變成一個精彩嘅故事，掌握記敘文嘅結構。咁林 Sir 俾一條題目大家去諗一諗，一次令我後悔嘅事。咁你不妨試下諗下呢一條題目，我可以點樣寫開手，中間可以有乜嘢轉折，最尾可以點樣升級。OK，咁冇問題。呢一條影片去到呢一度，各位同學仔幫林 Sir 嘗試完成呢一條練習佢。